教训他。当然。李寻，李寻，师叔，别动手，以和为贵啊！怎么又是你们天音出来当和事佬？雪琪，李寻，10年未见，不要一碰面就动手。若真要动手，我们也不惧你。怎么，这是你青云门要和我焚香谷打起来是吗？过个招也能扯什么门派？既然陆师妹来了，我便卖给你个面子。我们走。嘿，我是。雪琪姐，10年不见了，你的武功更厉害了，一露面就吓走了李寻，不像宗叔叔，还咋咋呼呼的要比试，一点都不沉稳。切！雪琪，你们都到了吧？金宇他们呢？他们去死亡沼泽周围查探，让我来找你们，去村佐旧屋会合。东边确实有小部分万毒门弟子，但未曾见到秦无言和毒神，或许已进了死泽。长生堂的人很分散，而且伪装成普通江湖人，似乎有什么计划。对了，我还见到2个合欢派的弟子，估计金瓶儿也来了。魔教来的挺齐，鬼王宗呢？怎么了？其实之前，小凡他露过面。哼，出去也不带我，还不给我留点吃的，好饿。这么多年了，还是这么爱吃冰糖葫芦，就不怕有人下毒吗？平儿姐姐，是你吗？姐姐，真的是你啊！姐姐这么多年了，你都上哪儿去了呀？妹妹真是越长越水灵，姐姐都快认不出来了。姐姐，你也要去死泽是吗？姐姐做什么决定，自有姐姐的道理。可是这里面实在是……别担心，姐姐是魔教3大公子里的妙公子，而且这次还有帮手，不会有事的。帮手是谁啊？小凡哥哥吗？妹妹，你并非正魔2道中人，无需牵涉进来。听姐姐的话，回玉都去吧。我走了。哎，怎么了？啊，没事儿。啊，这附近什么都没得卖，还好阿相有干粮，吃点吧。啊，你吃吧，我有糖葫芦。糖葫芦，糖葫芦。景宇，你要不要回去休息一下？我来守夜。没关系，这10年当中，我都很难睡着。为什么？
每次闭上眼睛，我都会想起草苗村那些无辜惨死的百姓，就会想到如今沉沦魔道的小帆。其实我跟师父也时常挂念小帆，可惜他现在是鬼王宗的副宗主，身居魔教高位。现在江湖上都传说，他很有可能会成为下一代鬼王宗的宗主。全天下的正道都把他视作心腹大患。够了！假如有一天你面对了小帆，你会怎么办？我不知道，他现在已经沉沦于魔道，回不了头了。即便是正魔不两立，迟早一战。不管是他要杀我，还是我要杀他，我都会把他当作是我的兄弟。他是我这辈子唯一的兄弟。副宗主，有一个问题一直想问你，你为什么那么讨厌秦无言呀？就因为当年他假扮阎烈出卖老城主的事吗？别忘了，咱们现在可都是坏人了，还没适应当坏人吧？坏人？坏人啊！咱们都是魔教啊，可不就是坏人吗？坏人就不能讨厌坏人了？哦，秦无言虽然已经投奔了鬼王，但是毒神还是控制着他的蛊虫。只要一天没有拿到解药，毒公子的阵营就不明确。听说啊，他师父毒神也已经到了死亡沼泽，再加上长生堂的人，这下可就热闹了。你就别去看热闹了，小心自己变成热闹啊！不要惊动任何人，尽量避开他们。咱们的目的只是拿到神水。可这地方也太大了，你还记得金光在哪儿吗？万人网，我们已是许久未见了，有几十年了。你还好吗？浪迹江湖，游戏人间，说不上好，嗨，也说不上不好。那也未尝不好。放开心怀，畅游天下，这是神仙般的日子，也不枉你的名字里有个仙字。哎呀，你也不用羡慕我，你要想过我这样的生活，不难，老伙计。我和你不一样。对，你和我是不一样。你从少年时代起就对权力看得极为的重要，我估计你现在也还没放下吧？啊？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老了？我本来就老了嘛。哎，你倒是修炼得不错，你其实原本还可以。哎呀，女儿的事儿，想开一些吧。
我记得我们都曾年轻的时候，在胡岐山下，你用天罡神算给我算了一卦，你还记得吗？我可是记得非常清楚。那个时候你年轻气盛，什么话都跟我直言。你说我的命格煞气太重，刑克妻儿，如果没有解救方式的话，人到中年必定丧妻，膝下无儿。眼下看来，这都一一应验了。哎呀，老伙计，我们都是半入土的人了，我也一直有话想跟你直说。说，哎，当初那些话，我都是胡说八道，骗你的。我打小就烦看相算命的，我哪有耐心学这个啊？天罡神算自然是有的，可是我哪儿懂啊？我当时就是看着你年轻气盛、得意洋洋的样子，我气不过，我就编出了一套话。我想啊，你就别往心里去了，啊。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你不是一直都自负聪明吗？这里沼气弥漫，可有路吗？不清楚。昨日我查探之时，隐约在外面发现了一道金光。本想着沿着这金光的方向一路寻找，没想到此地尽是参天大树。进来之时，便无法辨认方向。那你们修仙的不是都会飞吗？那你们为什么不从树顶上飞过去呢？这里瘴气缠绕，不断的蒸腾而上。我们御剑飞行的话，只会中毒。现在唯一的方法，就是穿过这片森林。对于我们来说，反而才是最安全的。我坐鲁班渊过来时，曾远见云雾中隐约有一道金光，应该是在沼泽的最中央。咱们只要往中间走，应该就能找得到。哎，我看这样吧，我们步步为营，慢慢推进。等进入沼泽之后，再找高处观察周围的情况。前些日子，李寻传信给我，字里行间很是客气地表明，要与我们青云门一道铲除妖孽。其实焚香谷的意思，大家心里都心知肚明。这异宝若是被他们给得到，
那么他们必然会大振声誉。只怕这正道领袖之位，也有人想要轮着坐上一座。我料想，这里一宝早现，但是还没有人得到，定是那死亡沼泽中凶险万分，焚香谷急功心切，便由他们去吧。只是这死亡沼泽内恶名远播，说不定还有魔教妖人在此，我们大家一定要小心谨慎，务必相互照应才是。是，师兄。嗯。什么人？这是什么？蜜炼草，通常与有毒的马蜂相伴而生。这附近肯定有大量毒蜂出没。此地不宜久留，我们必须在天黑之前找到地方落脚。我们这就走吧。前面的路已经探好了，有一条小路通向林子深处一个深不见底的大坑，现在看来应该是安全的。不如今天晚上我们就在那儿过夜吧。我总是觉得有人跟踪我们。这样吧，我们暂时分兵。金羽，我们到附近去查看一下，看看有没有魔教埋伏。我和你们一起去。我看这样吧，我们分头向东南西北查。青云弟子，还有几个天鹰阁的，他们会在无底坑附近落脚，想必今夜会在那里扎营。好，今天晚上我们便去偷袭青云门那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臭小子，只要解决了他们，正道也就没有能力再与我们争夺了。可是师父，日前大王孙附近暗哨传回消息，似乎鬼力和秦无言两个人已经到了死泽附近。而合欢派的金瓶儿行踪向来飘忽，咱们不可不防。我又何尝不知呢？正道要的只是宝贝，而鬼王宗与万毒门要的却是我的命。那咱们该怎么办？事到如今，已无法回头。只有在鬼王宗和万毒门的人马未到之前，先解决掉青云门那几个臭小子。然后全力搜寻异宝，一旦我们握在手中，就再也不。
又能怎么样呢？不怎么样，我就是想再看看他，再问他一句，这些年他过得还好不好？哎，你不是说这是无底坑吗？坑呢？这不就是坑吗？这个死亡沼泽就是一个大坑，把我坑过来了，走也不是，留也不是。哎，那林靖宇他们呢？要不我们去找找他们？哎，你呀，就好好在这待着吧，你别添麻烦，就谢天谢地了。我们抄小路，天黑了，正好可以在无底坑过夜。嗯。李寻，怎么老是你啊？这可是我们先来的。周大小姐，你是不是把这儿当你家了？这儿可不是鱼都。李寻师弟，你们也来了。萧师兄，我焚香谷的信可否收到？怎么来了这里，也不告知在下一声，也好结伴而行，一起进入死亡沼泽呀。听闻死亡沼泽异常凶险，师弟们也想先来探探路。李师弟没等我们，想必和我们想到一起了吧？哼，既然碰上了，李师弟、燕红师妹，请坐，请坐，不必介意。呵呵。林靖宇他们怎么还没回来？那家伙本事大着呢，别担心他。他会不会遇到他？嘘，不要再说了。想不到事到如今，你们还是跟魔教纠缠不清，千里迢迢，是不是又是为了找张小凡这欺师灭祖之徒啊？别让我碰到他，否则势必亲手结果了他。哼，你拉倒吧，就你还结果了小凡哥哥呢，你别被他一棍子打死了就好。说过什么？怎么又是你们？同道中人，哼，真是可笑至极。走吧。陆师妹，陆师妹，靖宇怎么还没回来？陆师妹，情况查探的如何？前面不能再走了，需要另找出路。北面全是被雨水浸泡的动物腐烂尸体，将这里变成了一个危机四伏的地方。稍有不慎，一步踏错，便会被吸入无底沼泽之中。那东边呢？
东边是你先前采那蜜炼草的地方，附近还有很多毒蜂巢，更是危险。南面是我们来的方向。毒蜂巢。那么，如果我猜的不错，咱们应该往西边走。我们稍作歇息一下，等金宇回来，我们就一起上路。是。阁下引我来此，是何用意？经年未见，过得可好？金瓶儿，居然是你！你是来找张小凡的吧？确实，这一路上，我一直以为是他在跟踪我们。如果你再见到他，你记着，他已经改名了，如今叫鬼力，不再是张小凡了。投身魔教，连名字都改了。你们魔教这次来了多少人？来是来了不少，告诉你也无妨。如今教中人心离相，长生堂、万毒门斗争不休，鬼王已经开始着手铲除反对者。他们具体会怎么做，我们也是控制不了的。玉阳子也来了。我若是你的话，就会回去看看同门中人现在如何了。既然还放在心上，又让我示警，为什么不自己出来说句话呢？人生不相见，动如参与上。他们好死不死跑来东边来扎营，我只要点燃这个蜜炼草，就能引来毒蜂了。真的吗？快！邹叔叔，我饶不了你！走，你给我等着！师傅，你看这些正道中人，怎么连个守夜的人都没有？青云门那些个兔崽子心高气傲，青云一战之后，他们以为我们不堪一击，所以放松了警惕，不加设防，实属正常。上！中计了！玉阳子。怎么说你也是前辈高人，怎么竟用这些下三滥的手段？你也不怕天下人笑话吗？什么名门正派，我照样在这里伏击我们，简直大言不惭。我等后生晚辈，又出门在外，自然要小心防备奸邪小人的陷害。没想到这一等，把你给等来了。玉阳子。青云之仇，今日清算！给我杀！
陆师妹，全控魔锥，这里危机四伏，我等又不熟悉，小心为上。你们怎么知道长生堂会来偷袭的？乃是陆师妹半夜心生提防，设下计谋，引诱他们来攻。我在树林中找到一张纸条，纸张之字甚是熟悉，受此人提醒，救了大家一命。谁？释放血咒，恐怕这条命就要交代了。那我们作何打算？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。待我运功调息之后，我们要进入到内泽，搜寻医宝。师父。我知道你想跟我说什么。派同门，你那个老毒的师傅就不怕死后被天煞冥王打入地府吗？向来井水不犯河水，
你为何要跟万毒门一起落井下石呢？您老可真是记性不好。当年你潜入逍遥涧，杀我派弟子，夺我派宝物，你真当我不知道吗？前几日你知道我来了大王村，害怕我和你抢夺宝物，便派人杀了万毒门的几个弟子，又用万毒门的毒药毒死我派弟子数人。你这是想挑拨我合欢派和万毒门的关系呀？你怎么？要不是秦公子查出真相，我们还真是要被你害一道呢。能为金仙子效劳，是在下的荣幸。我明白了，原来你们两个早就商量好了，一起来对付我长生堂。没想到我螳螂捕蝉，你们才是黄雀在后啊！